新楼病院最近一项病例，一位60岁左右的陈女士，伫少年时量骨受伤骨折，无去治疗，一直以来量骨拢是呈现歪歪的状况，而且腰嘛会酸痛，脚嘛会麻麻无力，生活品质也无好。虽然想要治疗，但想到要伫量骨的部位开刀，互陈女士唔敢落决定，就安尼一直过了真侪冬。后来接受新楼病院骨科杨瑞明医师的建议，决定采用微创脊椎内视镜的帮助来治疗。这几年的脊椎内视镜进步非常的多，但是以往来说，只能说去夹取一些多余的组织，压迫神经的组织，那是以前能做的事情。现在的话，我们更可以去做一些脊椎融合。我们在说，不管是打钉子，做椎间融合器、供足啊这款代志，这些在现在的脊椎内视镜也可以达成，而且可以用一个更安全、然后更清晰的一个视野去做处理。以往是器械是没有办法帮我们深入到这个脊椎里面的，那现在因为器械的进步，那技术的进步，那发现了一些新的通路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从一些安全的通道，把这一些的植入物放到我们身体里面，而且减少更多的软组织破坏。微创脊椎内视镜不但空喙较小，处费较少，恢复嘛较紧。参像这位陈女士伫手术2天后，就当路程行动，而且腰也袂酸痛，脚也袂麻。以传统手术来说，一个脊椎融合手术啊，它的失血量会非常的大，莫约大概700-800到2000以上都会有存在的。那在现在这样的手术呢，因为它的止血效率好，那在这种处理的状况之下，它失血的状况大概只会有100到300 CC 而已，这非常少的一个失血量，而且因为破坏非常的少，所以病人基本上是开完刀之后2天到3天内大概就出院了。那在这种的巨幅的进步之下呢，也连带让病人啊后面的这些的肌肉复健啦、运动都可以很快的进行。那也让他们的恢复一般的生活自理。现在我们医疗不只是要安全，更要讲求舒适了。杨医师表示，在正确诊断甲手术信任症之下，病人会当大大受惠于脊椎手术。而随着脊椎微创内视镜手术的问世甲发展，大幅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，减少健康组织的破坏，防止手术后组织粘连，降低术后痛痛，让复健更加轻松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